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演人部啊，咱即季你头头讲啥？我是辣人部辣人部，我法国来辣人部辣翁来辣风色，继续歹势。诶，对啊，今仔日呢是咱即个一季结束的即个回顾对，因为咱即季讲介济即个英国的代志啊，是寡嗯小知识嗯到后半部呢开始讲一寡性别的议题，看咱家嗯，己的即个成长的路嘿拄即几个月呢，我的生活嘛有发生一寡代志，我想讲嘿伫即季的即个结束的时阵呢，甲嘿，大家分享一下。好，对，头嗯，一个我想要讲即个社群即件代志嘿，其实旧年我受即个索尼娅有一个迄个啥，迄个节目叫啥？索尼娅必有诶，迄个必优侠，podcast 的。嗯，嘿，对，受着伊去甲我访问，伊问我讲即个有一条伊就讲，我感觉敢有需要来成立即个社群即个物件，还是讲社群是毋是一个重要诶物件？我感觉迄当阵是我以我个人诶角度来讲，嘿，毋过我后来看几本册诶时阵我感觉竟然是有讲着一寡我心内的答案，毋过因甲写做文字甲写出来，而且因佫有佫较佫较济一寡人文也是社会研究一寡即个证据，所以我感觉讲拄啊即个时阵诶，看大诶即个分享一下。另外一个是讲因为我为即个2016年开始做即个万声台湾日开始，一开始咱拢是小小一撮20-30个人诶即个干部，无暝无日咧做。后来疫情了后，我甲即个活动呢，转一个方向，开始原底是对英国人介绍台湾诶即个社群，即马变做是我想要提供一个平台就对啊，要互即个台湾人呢，含对台湾有兴趣诶朋友，还是讲你就是想要交朋友就对啊。大家会当来遮互相熟悉交流，安尼一个社群。我行到今年呢，我才开始有一款咱真正有变做一个有机的即个社群的即个感觉，organic。我等下介绍解说讲这 organic 是啥物意思。因为2020年进前咱当阵咧做即个对英国人介绍台湾即个社群诶，迄个时阵虽然咱诶志工有差不多加到上百个，就是有活动诶迄工会上百个志工，毋过足侪人是有较我熟悉诶。因为因是有活动来所以因互相之间诶交流诶机会就较少，因为你有代志还无用嘛。对，嘿所以来参加活动诶朋友，因若是来参加尔，因为我嘛咧无用，所以我嘛毋是逐个拢会照顾着。有当时较无照顾着，伊可能2届3届伊就袂过来疫情了后，咱有小可转型，维持1个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就免伤大，20个人、30个人、50个人、60个人拢会使。毋过我用诶方式是1个月互一个干部去发落迄个月诶活动，干部对啥物有兴趣伊就做。其实咱拢是做一寡较轻松诶活动啦，比如讲食诶啦、啉诶啦，做啥物蜡烛啦，还是讲耍啦、野餐啦，毋过神奇诶代志就伫遮发生你会开始看着讲，啥物人含啥物人约出去，是因是伫某某活动面顶熟悉诶。比如讲我伫28诶活动熟悉一群新诶朋友，我甲邀请来阮兜食茶，后来过几个月，你就看有几个朋友因就招出去，家己出去食饭。安尼我就会感觉讲，我安尼就是一个足成功诶社群诶活动。因为你会开始看着一寡面，你开感觉小可面熟，煞来呢，过2-3届你就会约出去食饭，慢慢呢，就变做是会当互相伫即个异乡以外，而且毋是讲遮1-2个朋友会通客相似，有一群诶朋友会当相挺就对啊。
因是透过阮的活动熟识，了因熟了，才互相佮介绍家己的朋友熟识。安尼，即一个囝仔就愈来愈大，愈来愈多元，而且因就毋免佮需要透过咱的活动去做一件代志。对对这对，个是我讲即个有机的社群，伊就是会当一直去甲新的人包入来安尼。而且熟识的人若济，无一定爱深交，就是有机会去熟识着甲你有共款兴趣的人。阮嘛是因为就是参加一寡活动，有人发起讲无来一个唱歌的群组，嘿，就加入了着熟识几来位，可能平常时无伫活动出现，毋过因会对即款有兴趣的，因就会出来。就开始去深入了解啊，交朋友遮，系啊，所以就嘛是熟识几位好朋友。对啊，我知影讲有一寡台湾人因出国，因感觉无介意甲台湾人做伙耍。毋过我感觉讲，其实你毋管是伫台湾还是伫国外，你有多元的交友的囝仔，是一个足健康的一件代志。而且我也感觉讲，咱拢出国有无？咱拢做 international， 所以咱就是逐个拢莫分迄个你啥物国我啥物国，所以是安那你爱特别去摆渡台湾人。对啊，你就无爱看国籍啊，是安那你搁要特别要摆渡台湾人。对啊，因为我想要交的是趣味的灵魂啊。对是对啊，我也无特别拣啊。对，你若无伫内底表示，好。无啦，咱无咧拣诶，对。对啊，其实咱伫迄个男性废退内底，迄本册内底，咱有无看到？你若有多元的身份，对自我的价值有正面的影响。对啊，其实因为我一个人就是我无啥会去甲人 unfriend 啊，就是我袂共绝交。我感觉其实甚至是有一寡朋友伊看我的价值观无啥共款。毋过我感觉你若是出去佚佗，轻松做伙有当时会适合食酒，我就带伊去食酒就好啊嘛。有诶是囡仔拄好耍会起来，有带囡仔做伙出去佚佗就好啊，无需要讲你一个物件我就无介意，我爱完全甲你切断。我这人是较袂安尼。我感觉即点我大概甲你合适，因为我主要就是毋知，就是有一点观念上的无共的话，其他的所在我就会看甲足介意，所以我就会较撇要去甲遐人互动。毋过其实像你讲的，可能有其他所在耍会开，只是我甲迄个部分甲放大。我感觉你的方式无一定无好。因为我这个人是较怪胎，我较早少年的习惯是介意收集奇怪的朋友。所以就有一寡drama出现，所以我感觉其实嘛毋免做到安尼。毋过我这人是我若感觉跟你价值观无共，我袂讲足主动去甲你招。毋过若是讲，你若开喙的话，对你袂白听。我看袂顺眼，我也是会甲伊呛。我袂伫帮卡车边后壁讲人歹话，我会对伊的面呛。一寡足无好的习惯。anyway， 对。没有，我感觉安尼嘛无好啊，就是。对啊，因为我感觉无必要伫人后壁讲嘛。你想要对啊，你若有迄个叫嚣，你就伫伊的面头前讲出来。我叫嚣较歹。我毋过大家爱迄个莫伤歹啦，大家拢是好朋友啊，出来走跳的吼。嘿，对啦，即半冬啊，我拄好看到几本册，无分左派是右派，拢咧强调即个社群的重要性。即个社群的可大可小，伊会当是3个人的小家庭，会当是姊妹啊伴嘛会当是一个社区一个社群。吼，嘛会当是像咱是一个社团，嘛会当是几个城市，也是就是一群对某一件代志关心的人。因为这个社群的意义是讲呢，因为政府的这个社会安全的这个 safety net 这个网啊，伊
有诶国家无，有诶国家有，毋过就算讲是有诶所在，伊嘛无可能100%照顾到所有诶人诶所有诶代志。对对，所以即个社群，逐个互相斗相共即件代志，就是伫即个网，即个政府诶即个社会安全网诶内底较下骹去补即个政府帮无法度手出袂着诶所在，去甲斗相共。比如讲我感觉较轻松诶例是讲，足侪人会讲哦，台湾就像一个迄个动森岛啊，即个岛上诶逐个就像一个社群，逐个就是会足互相信任，互相斗相共。我感觉即个信任是非常非常珍贵诶。啊，像一届有一个人，伊毋是讲伊诶护照因嘛是因翁还是因某早出国，啊，毋过伊过两工要出国，啊，所以迄个翁也是迄个。就是迄个伴侣呢，伊就甲即个护照，伊就甲铺伫迄个网络顶悬，啊，甲即护照放伫外国诶某一个机场诶便所内底，互另外一个要准备飞倒去台湾诶岛民诶去摕，啊，再去摕互因太太。即个例内底，你就是即件代志，你无可能叫政府去负责啊。对，系你无可能啊！你若是去走任何诶即个程序去申请新诶护照，你嘛无可能会付。对对对，啊，毋过伫即个例内底，台湾人竟然当有法度伫完全无熟悉诶状况之下接力完成，我感觉这是真正是真诶，真正足厉害诶。真正是想无，真正是台湾人竟然做会到即个代志，感觉。我感觉就是因为真大家互相有一个信任感。你若是台湾人，我感觉你袂做歹代志。台湾人嘛有一个家己诶一个社会责任，感觉讲，哎呀，台湾人出代志咯，我感觉我需要来去遐斗相共。小可迄个家暴迄个感觉，啊，毋过即个家暴是迄个足温暖诶迄种款方式，嘿对。我觉得足趣味诶。啊，较认真诶咧，就是像恁进前往来姊来讲即个华山基金会，也是讲咱进前讲诶即个照顾无家者诶即个慈善组织。啊，因就是咧，甲政府斗相共去补即个独居老人含无家者即两地，因为即个两地拢需要足侪人，啊，足有工诶，因为你逐家人诶照顾方式拢无共款。啊，你拢是一对一的即个照顾，啊，你这若是要用政府的力量去做，你着足歹做到遮有。真嘿，阮往来姊也讲，有足侪时间伊的个案拢是家己找诶，因为伊逐个月伊嘛是爱有一个算是 KPI 啊完成。嘿，啊，伊讲有足侪拢是透过迄个厝边隔壁找来诶。拢是厝边隔壁知影因有伫做即个服务，啊，就去甲往来姊问讲，哦，阮遐有啥物人，你会当去甲问看嘛？伊可能需要人照顾安尼。去甲关心，嘿啊。所以我感觉除了靠政府、靠遮的慈善组织的话，咱嘛应该加关心身边的人。对，因为我看册内底就是有讲即马西方有足侪人，因为个人主义嘛，所以大家就是至少门前雪嘛。对。啊，伊感觉关我屁事，我家己顾好就好啊。啊，毋过其实迄个时阵，大家迄个连接断了诶时阵，你即个社会就足散，迄个连接足散。你无即个连接，你即个社会做无代志。真诶。对，啊，因你嘛无可能就是烂伫遐，啊，个啥物拢嘛要靠政府。真诶啊，真诶。其实你嘛其实嘛袂想要政府甲你管遮济诶，因为你爱去想讲你要互政府偌济诶权力来监视咱诶生活即件代志。对。系啊，所以我无想要政府逐工伫遐咱甲阮迄落变官有诶无，就是其实足侪代志是咱爱靠社群诶力量去解决。啊，有当时我会伫即个厝诶面顶看着有人咧 complain 着讲，伫台湾过甲就是足无即个喘气诶空间，就是
边仔伤济迄个家暴的人，遮问东问西，管东管西。嘿我其实嘛同意讲有一寡人真正就烦的。你看嗯我之前有一个，我之前有一个厝边，嘿伊足趣味的。我迄人阵有心，伊讲啊，你有心哦，我讲对啊。伊讲啊是弟弟啊妹妹，我讲哦是妹妹。伊讲啊，你敢知影人要生吼，就是爱生上生啊。我想讲你头壳歹去哦，你个实在是去迄个百货公司买物件，你个会当指定要上生啊哦，口有空嘿。毋过我会感觉讲，嘛是介趣味。我就是甲伊当做是动物园内底的一个神奇动物咧看。就是有的人就是会安尼就烦诶。尤其是我感觉台湾人口就歹的，就是你四界拢会有人，遮一个人问一个，遐一个人讲一个，有可能真正会烦死。毋过我要讲诶，就是讲，这其实无一定是绝对的歹啦。你人有限度诶，即个问含关心，其实是伫你维持即个社会内底，大家互相主动去创造连结，互相斗相共，即个最重要诶元素。因为你去对比英国嘛，当然就是你爱看你诶即个社区诶即个风气，我会感觉讲，足侪社群伊拢是就是我讲，大家都讲顾家己诶，家己顾好就好啊。你就共款，你会看到出来面顶嘛，有人去complain 讲英国人就爱 small talk 诶，逐工尔 you're right， yeah。毋过因就会讲，毋过无人真正有兴趣听着你真正诶答案。你若要真正来讲 ，Oh no, I'm not alright， 要开始甲伊讲你昨拄着啥物代志时候，人已经就想要走啊。对，伊讲假使袂记你关歹势。因为因为因有足侪人伊伫遐问讲 you're right， 毋过伊真正无想要去摄你诶生活内底。真的。结果就是变做逐个人拢足孤单诶。你需要时阵，你就足歹去得到就拄好迄个时间诶迄个有人来甲你斗相共。我感觉就是因为因安尼天气个足歹，所以因着喝酒啊。对。对啊，因为因拢无像我毋知你比如讲，我感觉有足侪台湾人可能有 PTSD， 毋过我足介意讲，阮兜诶人就是凊彩我等下要去阿嬷因兜，我就直接去饲因兜问，甚至阮兜就有阿嬷因兜诶锁匙，我就直接入去啊。对啊。无咧问，毋过遮着是你2工前爱先 text 讲歹势，我迄工诶几点会当替恁差不多2点钟刚好安尼。真的。所以就变做你若常常发生一件代志，你需要离开恁兜去一个另外一个所在，比如讲看翁冤家，还是创啥货。真的。你无所在通去啊。没错。真的呢。系啊。所以我也感觉讲，就是打造一个社群，也是讲参与社群啊，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毋管是为个人的赞助，还是社群的赞助，还是国家的赞助。因为国家需要这个社群的力量去保国家无法度去的所在，嘛需要这个社群的力量去甲干事啊，就是讲你即政党你做有好啊无好。做无好，社群的力量爱去甲扭转来。对。另外是社群之间互相合作，个人之间互相支持，共同讨论出一个理想的未来，才有法度去避免对立含激化。无就是有人互人放杀伫后壁。对啊。无你像即马，我感觉即马因为等下讲咧，因为我感觉即马西方社会啊，因为经济真正足歹，所以逐个之间拢足孤单诶，搁足无连结诶，所以你就足济即个 reform UK 诶人出现。这是英国民众党诶人出。对。因为就是迄个迄款足极端诶迄款
言论伊都有迄个市场啊，对，对啊，嗯，所以我是足感谢看我做伙办活动的遮志工，佮有所有做伙来参加活动的乡亲，咱做伙组成一个社群啊。嘛是足感谢你起这个头去办大细项的活动啊。无啦，我就真正加薄啦。对，毋过我感觉就是你，就是真正莫当人去做，得当家己先开始。对啊，就是像我当初，因为我当初就是无想要熟悉台湾人的迄款，毋过真正到尾也是实在是，真正是感觉家己活袂落，嘛不是活袂落，就是迄个状况，就是感觉无啥物朋友，而且迄头路搁歹找，就感觉找台湾人好啊。对啊，其实我头一档我嘛感觉我无想要参加台湾人的活动。对，毋过后壁我感觉，哎哟，其实也佫袂歹。对啊，就是去问就是去主动去找你，因为一定会足侪人的啊，足侪人，你可能会当着你有教，你无教，这拢袂要紧，毋就是主动去问，就是会改变你的生活，主动去做，系啊，对啊，另外一个我想要分享是，我有一天啊，我伫即个 thread 面顶动感情啊，就是我无小心诶，对，我无小心诶，看一个高中生诶伫遐变，所以变了诶，我感觉真后悔，我感觉家己足幼稚。故事是安尼，就是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高中生甲伊诶朋友，就是类似咧讲台湾足烂，希望后世人投胎做英国人，无就是讲足希望伊一出世就是英国人，我规个人就是 question marks， 对，因为我来甲应讲，你可能有60%的机会入去迄个罗马学校，你爱有法度大汉做一个无互人霸凌，无互人争，无通妒死的一个青少年的是，毋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毋过我后来我想看觅，我感觉是安怎因会讲即款话，是因为因有可能是互即个升学主义去留伫后壁的人，就是讲因可能学历也无好，读的科系可能嘛毋是迄款会有足够悬的收入的科系，所以因看到未来的路嘛是领基本的薪水，所以因的即个相对的即个剥夺感就重的。阮进前嘛有一集有讨论过，讲我台湾的朋友的薪水拢比我较悬嘛。最近嘛有新闻咧讲台湾的股市规模比英国较大。这样是比加拿大嘛佫较大。对，就是台湾真正足强诶。我感觉讲咱嘛袂当无承认讲有一寡人伊就是无法度对着即个科技业的即个骹步。嘛无法度去找着会当对着平均的即个即个工课即个薪水。台湾足厉害是真正的，台湾的经济真正是足好诶。毋过因的遮个人的困境嘛是真正诶。嘛毋是骗人诶。既然台湾足厉害，咱是毋是咱会当回头活过来，的想办法去帮助遐互留落来的人？其实我感觉这个题目无啥物标准的答案，因为逐个国家一定拢会有安尼想的人。对，像我的经历的薪水嘛无算低，毋过就是甲即个高中生差不多。所以讲又无讲后世人无要做英国人，可能的信用无轮回的概念。毋过就是做这时阵，我听伊讲遮的代志，我感觉拢是伊家己无下一个目标落去做。就是伊就常常讲伊要去，伊做想要去澳洲拍沙港度假。我已经听两档啊，为伊24岁开始讲，伊才是26岁，伊若佫无做的话，伊30岁可能就无法度出去。毋过我感觉这英国人的毛病，伊感觉因足歹，因较像迄个
就是感觉因的迄个因子力还是有看挂，拢走袂出去。啊，一出去就惊的呢。What if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啊，因袂晓讲英文要安怎？是咧惊。毋过因就真正看挂讲好笑。对啊。啊，因若无咧卖 fish and chips 要安怎？我全枵死。我真笑死！啊，跟是咩啊 ？English English breakfast。对。啊，毋过我感觉这真正其实毋是台湾本体的问题啦，就是其实全球拢有即个问题。自即个全球化兼自动化了后，其实就愈来有会有，就是无共的社会，拢有无共的人，互人就是伫后壁录无着其他的人薪水增加安尼。啊，所以我也感觉讲，其实咱会当利用即马台湾的即个经济优势啊，想办法来起来甲遮的人斗相共。啊，毋过我家己是无要去安怎甲因斗相共，我家己是无答案嘛。对。啊，毋过我感觉讲，即马其实资讯诚发达啊，要出国其实嘛毋是足困难的代志，足侪学校拢有即个交换的计划啊。啊无就是有即个迄个拍山工的迄个拍山工度假的即个计划，所以其实嘛有足侪无共的方式会当出国，是毋免钱会当出国的迄款的。所以其实我感觉后摆我若有着共款的人，我会去推荐因，就是真正出国看觅的，家己来去看觅，知影才会知好歹。对啊。啊，无定着因真正足适合国外的啊。对啊。反正就是爱去看觅才会知啊。你做想要去国外，啊，毋过有当时你是去到你面对现实的问题的时阵，你才会当知影讲人是安怎生存落来的。对啊，无定定嘛，互提供因一个新的路啊，有法度去过一个较好的生活。就算讲是倒去台湾，可能因嘛会想着新的心理的想法。对啊。啊，我感觉台湾是有即个环境会当互人做迄个小生意啊。对。系啊，对啊，比英国有。嘿。啊，对啊。啊，毋过我感觉就是讲，咱嘛是莫去无承认因的困境。因为我感觉因的困境是真正的，啊嘛莫去讲真，就是甲因呛，因为我感觉甲因呛其实无较纸。对啊。啊，互相若是有真正有啥物资讯，有用的有路用资讯，可以分享互因，可能佫较有帮助。真的。对。啊，头拄讲遮济，我真是较想要讲，就是有关于女性健康嘛，无一定是女性健康，但是关于健康。因为咱这个节目其实有讲到足侪性别问题，甲女性主义有关的问题。啊，伫顶一个月有一个我伫万社熟识的好朋友，因为破病过身，我会想要特别提出来讲，是因为我感觉有足大部分的女性拢足够忍疼。就是拢会身躯有啥物病痛的话，拢会真正是疼甲挡袂牢，才去看医生。啊，我感觉有一寡老一辈的人，虽嘛是安尼。啊，我就有好朋友，伊是去年的9月去检查有子宫癌。啊，伊一开始会去检查，是因为大概妹妹来拢会疼到挡袂牢啊。啊，检查出来了后，伊嘛是足配合听医生的建议做治疗。啊，毋过就是因为因也做化疗，身体拢会较轻嘛。啊，结果就是因为感冒引起一寡镜头，啊感染过身去。对啊，我真正是足建议大家身体有问题就紧去看，莫拖。真的。啊，而且若是有超过40岁的听众，送家己一个40岁的生日礼物，就是去做健康检查，而且开始运动，去买一个去开始 sport watch， 开始注意家己逐工食入去喙内底的物件。对。啊，像你讲安尼，就是
真正爱注意健康啊！像即马台湾甲英国拢有，就是你若超过40岁，拢有免费的健康检查会当做，逐个当去网络查一下，系啊。因为我顶个月转去台湾的时阵，就是有甲即个朋友约要见面，毋过就是后来出侪我个人的因素无去见着面。有另外一方面，我嘛是一直感觉讲袂遮紧。另外一部分嘛是无想要面对，就是伊破病即件代志，因为感觉迄当阵会感觉我的朋友应该无可能有遮 unlucky 安尼嘛，系啊，所以因为即件代志，我感觉就是你不管做啥物代志，拢爱当下，无你拢毋知会失去啥。对，我记得我嘛是应该是阮阿公过身迄时阵吧，我才感觉讲，就是用醒起来，想讲，对呢，我若是有啥物代志无赶紧做，我真正你永远都毋知影是毋是最后一届。真的，对，所以我即马就是共款，就是我若有法度见面，我就是尽量，毋过就是就定会就忝的就对啊。对啊。对，像即马我嘛是有机会当转去台湾，我就是机票惨甲买落。真的。对啊。其实即个朋友呢是咱即个台湾人协会即个志工之一啊。迄当阵我办啥物活动呢，伊拢足斗相共。而且伊嘛足够交朋友，伊伫遮的朋友足济。伊朋友是啥物年岁拢有哦。就会当大概无共的即个活动，伊就找无共的朋友来斗人数。我感觉就足感谢伊。我感觉伊嘛是一个足够迄个经营社群的人。伊伫咱办社开足侪迄个社群的呢，赖群组呢开足侪。其实拢是伊开始的啊。对啊。所以伊伫英国的时阵呢，是真正足侪人受到伊的帮助的。最后伫遮互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身体若无爽快，就紧去做检查，嘛会当加找无共的医生做检查，听看有无共的看法无。对啊。扫都毋通拖哦。真的我伫遐想即个到底是啥物毋通拖，你想无？我都是想到底是啥物广告讲毋通拖。好啦。对啦。对啊，这个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保持迄个叫啥？保持健康吗？对啦，所以心理健康嘛，身体和心理拢会健康。对啊，be happy 啊。系啊，袂爽就去撸雷梦嘛。莫抢哦，莫抢。对啊，若是有啥物郁卒的代志，嘛会当甲阮讲啦。对若大家若有啥物想要听的主题啊，还是有讲想要来上咱的节目，甲咱把头一下，嘛是会当欢迎私信报名。没错。对。好，安尼今日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落水溪，请人客，小清气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滴，青菜水果青。大家来过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小清气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滴，青菜水果青。